大台南中市中心会龙年新春团拜，18日伫总理餐厅登场，邀请到中市总长以及会员朋友团圆用餐。会中以依顺古礼来祭拜祖先。向堂上列祖列宗、祖公祖妈之神位行最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大台南张氏宗亲会呢，大家聚在这里呢，用照古礼呢，用最大礼呢来祭拜我们的祖先。所有的这些祭拜的物品和我们的程序，全部按照古礼。在这里呢，除了代表我们慎终追远以外，也在这里跟大家拜年。那希望大家呢，今年呢比去年更好，越来越好。今年的团拜除了有宗亲好友做伙团圆，大台南中市中心会也邀请到民政局长江玲煌以及这位区长舞会，并请来台湾中市中心总会理事长张正雄莅临指导。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台南张氏中心会的这个新春团拜还有祭祖的这个典礼我们这个台湾张氏总会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大台南的张氏中心会参加之后，一直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这个团体的这个组织，做了很多对中心各方面的这种联谊这个的这种项目之外呢，参与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地方的这个公益这些这个慈善的这一些项目。那尤其像我们张会长这个食物银行各方面的这些善举是令人称道除了吃春酒，中心会更安排了真侪游戏，和会员同乐，嘛请来珊珊、一鸣两位歌手来表演，和龙年的团拜活动更加趣味欢乐。张氏中心会，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